一路上进攻关制，全靠死你一个人，现在偏偏又搁破病，有啊，死你虽然破病迄重，如果若命周青去交战，无定着会当救我囝婿何宗宪倒转来才对。将军，定一期62922号，缀火头军周青来遮救我。是。火头军哦，火头军哦，紧出来哦！我是安听无？阮就好拄仔困，你是咧看我迄个叫咧看啥物？你是火头军周青哟？是啊。恁爸甲你叫久，你是安怎遮尔慢才出来？我讲啦，山拢有灵啦，讲叫你即摆死去遐啦。无我咧甲你讲哦，你是要听无？我讲哦，灵一日只哦，你若搞伊讲军令哦，你若小心你只狗头。你这当你竟然是，哎呦你，将军啊！代什么代志啦？啦！迄个周青哦，以为要造反啊咧，哪唔听将军你的命令哦？敢会？是真诶啦！你看，一支零旗甲你动无打紧哦，搁甲我拍甲安尼咧，奇怪啊！较早我若出令叫伊回头军去啊，伊拢有遵守我的法令，为怎有即摆无遵守我的法令，就让我的令旗甲我压断。山东啊，真诶咧，我无甲你骗咧。我看你一定假是得罪，对啊毋对？山东啊，当伊只是一个火头兵，咱甲得是又搁有啥物关系？等于满赢的兵将，你甲得势不要紧，火头军最互你灭只。来，是，将军啊，bắt来。我要亲身陪你来火头军遐，向火头军赔罪。我互爸就搁互赔罪哦。赔罪？神龙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咧？哎呦，死你呀！官兵来讨钱，我军是大败啊！而且我的囝婿何宗宪，才叫对方抓去。我出去令旗叫将军来这个所在，要叫周青出兵，会当叫我的囝婿何宗宪倒转来。哪知我是将军，无定较袂晓讲话啊！得手了周青，好周青甲拍袂要紧，杀了我的令旗，煞甲压断。我掠这将军来这个所在，要向你赔罪啦！现在你大哥，我平日是怎样甲你讲的？你竟然敢做出违背军法，你这好霸道！大大包天抗分流，为官相信难容家，为公先锋的华亮，一动一画跨军乡，我会坚强的心魂，一时小小回头军，先锋下令太不顺，不知何路下乾坤。小辉，神龙哥，是的。这是罪该万死。袂，通安尼先讲，大哥，对，唔准你大讲。神龙哥，拢是阮两个人的唔对，请你赦罪。大哥，有罪小弟家一人承担，这跟大哥你无关系。是的啊，等我跟你讲啦，我的人清彩彩啦，也无压断这令旗哦，是反着军法哩啥，有马虎虎，我也无爱强求啦。
只要就清来当出兵，救着我的囝婿何忠贤转来，我代志拢一切花销。好，多谢神龙官下面，用赶紧领令呢。去啊！大哥，是。多谢神龙官。就清啊，免多谢。哎呦，人我食饱啦，你即马才来食？哎呦，金花啊，今仔日吼，你无看到外口是无规天乌捌捌哦，讲迎风雨会足大呢。人阮无生啊吼，伫咧厝诶，甲我伫咧顶窗仔问，伊袂放心恁母仔囝诶安全，叫我倒来带你去阮兜住呢。安尼啊，安尼去恁兜住啊？嘿。你放心啦，即间破草厝，看还阁有我大头挡风雨，你放心。哎呦，安尼变哪会用的啦？你看你这间厝安尼破糊糊，过来一空，过去一徛，迄风若来吼，厝挂野去要安怎？安尼袂用的，来阮兜住来，阿毋甲你我嘛要去，我嘛要去，大嫂。啊，无等较暗风雨若是阁有较大，我才带来去厝内避雨啦。是啦，即摆安尼是还阁会用的。王大娘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甲阮小姐当照顾厝内啊。安尼呢？是啦，你免烦恼。啊，恁真是无爱去哦？无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你若无爱去吼，啊，我也无爱甲你勉强啦。要无吼，你若看毋舒适吼，就囡仔大细带出来来去阮兜边呢。我知影啦，啊，若无是危险了。大嫂，多谢你吼。好呢，无我来转啦，阿毋来转吼，乖。行好，大嫂，无好，我日头你着较注意的呢。互你惊我去互风卷去哦，哈尼啊简单。等我遮尔大颗，后迄就随便就风卷去。你无听人讲大颗老咧地方开？说你啊，爱小心嘞。阿娘，我知影啦。小姐，是安怎？你若毋肯去王家劈一个风雨咧？是的，这是阮恁贵。来去王家好啦。不管，这是恁贵老大的所在，管你，我不来甲你算，我来个。阿娘，风安尼大，阮要来困啦。我嘛要来困，紧闭咧棉被底，我不爱甲你困，我嘛要来困。阿娘，我应该要甲你困咯。不爱你先困，阿娘才倒顶来阿娘，你休息紧来困吼，紧来哦。
电去咧救何将军，甲他袂倒转来。哎妈，啊，一股球救到何将军倒转来，无啊，都。大你讲，较细声，也无看迄人啊。啊，现在战场迄边的情况怎样？迄大木馆的两个首长哦，非常的厉害。迄周大哥怀说哦，毋是伊的对手。大大，我咧看哦，若无咱四大哥出门，大木馆怀说讲袂入去。是啊。你甲看，大海种人破病甲上重，免有法度通去出战啦。无咯，也毋过哦，也毋过咱这边的人死啊多安尼，啊周大哥即摆佫无看人，啊咱要安怎啦？若是在安定杯将中，恁回头比这名，在天上再无名去哦。要要，哎呦，加在死咧！你是破病，你也无破病，勇勇行车。你若到这个安定杯见面，你马上叫压死。你是个对手，小小安定杯，若是我死人过眼来，报仇！
一步，占领了这个动物馆，拢是大家的功劳。来，大家杯啊摕起来，我敬你大家一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好，起来，起来。是嘞，来，是嘞，我敬你嘛，先让我要请你来对坐。哦，对啦，我咧看咧哈。好。哦，是。公正动物馆，全部是你的功劳，咱本身拢敬你一杯。对，你大功劳，你爱啉，来，干杯！啊，这个工作应该是咧回头阮先做的，再叫我做啊，意思都无我问你，你讲回头阮系列是多一个？小等下啦！哦，较紧的哦。来啦！也无啥搞。老哥，老哥，啥啦？这边的菜恁都来，总当还你。小等下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哦，你这个人是啊，哪晓歹要啦？大家嘛都爱分甲交着啊，叫你小等下，安尼就袂论哩。歹晓好无？你是啥你啊？我是啊，我元帅呢，互你大细声哩。万岁！我先来，我边搞下去哦。后边有一个树人，藏在树后，隐秘的。你一看天天有心，一个元帅，你听我唔捌？好大胆！哦，这。哎呀，今仔庆祝好日子，大人闹大细，这是什么代志啊？你是啊？咁见我你也袂这个心。元帅。元帅。等你也准备安心啦。丢死！元帅，这什么代志？你什么代志用讲啊？等七到六条啊，讲啊！我元帅是咋样啦？起讲是什么代志啊？你偌歹看咧！英王现身，杨树贵，你给我抓出来！哎呦啊！元帅，我来讲啊，我这赢来根本就无一个死人贵，你直要死人贵，你还要搁骗我？神龙爷月2号，遐个回头军就是死人贵的兄弟，有无？哎呦，元帅啊！你若袂相信哦，要无遐人命簿摕出来互你查点安心就好啊。我不爱看，我袂当搁中到你的计计。打顶一摆，我甲老兄的两个打赌要来设所在点灯啊！你搁咬我，搁巧用烧酒甲我灌醉。我今仔日就是要来算一条！哎呦！搞后边拍，但我无完全这个团你甲这个你无罪，你暗含英王现身，而且
人的功劳，我跟你讲哦，这3天内，你一定爱甲我带四灵鬼出来，要若无，我要治你狗头。哎呦呀！哎呦，我说了，哎呦，哦，吃了，哎呦，大夫啊，太惨啊！刚好元帅已经查知影讲哦，四灵鬼是伫迄外里号咧做伙头阮，啊，即摆司机败露啊啦！等属于报了，咱们知影，等做是爱想一个办法啦。哎呀，警察，现此时4日，因遐9兄弟去后营迄个墙内来立，咱来先下手为强，消灭证据。咱拢避开，我相信咱拢一定是去中地张书贵的诡计。中计，中伊张书贵的计，伊要害我，用意何在呢？无讲啊，无讲。那你元帅为什么要来撩我呢？毋是，大哥，小弟猜测的，若是摸唔到只。一定是咱将官夺这消息，元帅知影，所以元帅伊想讲要来见你，伊毋是要来掠你。大哥，每一摆小弟讲的话，你拢是毋肯相信。你会较细腻，迄个张书贵，伊并毋是一个好人。山洞，家在，咱总是平安脱险咯。不过，伊张书贵确实是歹人，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啊吼。哼，心龙手热的张书贵。大哥，行，咱来去找事情。我伫咧想，咱应该赶到迄个独木关，来叫救皇上为咱做主。有你叫皇上甲咱做主，对不对？众兄弟，也毋过咱已经走来遮，毋知什么所在，咱也是迷路咯。啊，庄君东。东爷小将军果然来了，老身我已经等你一天一暝咯。伯母，请问这是什么所在？
若是要去大木关，还阁有偌远呢？这是永军山，这个洞是叫中军洞。距离恁要去的大木关嘛有几啊百里路咧，恁今仔是无法度赶到咯。我看恁若是踮遮住一暝。听爸母，你的口音好亲像中原人。是啊，老身姓宣，自细汉就住咱这个山洞内底。爸母早逝，如果无亲情，我逐工拢嘛咧采药炼丹，我已经是108岁咯。哦，那安尼，爸母，请问你日常的生活呢？我甲你讲，这个中军洞敢若仙界共款，你来看，遮有2甕石缸，一甕是藏酒，一甕是藏米，逐工食偌济哦，明仔载伊就生偌济出来哦。这山顶哦，有偌济假树哦，山路、山土、山猪，你若有本事哦，该掠来食，你就是食一世人，嘛是食袂了。那安尼讲，阮就有仙界一般咯。桌顶有包啊，恁大家慢慢啊用，我来替恁准备眠床。多谢，多谢爸母。哎，大呀，通食哦。咱袂用食，哎呦，大家来食。来，来，袂歹。哪有一张二条咧？啊，拄食迄就是恁娘娘，娘娘，迄恁娘娘。望空头摆下娘娘，所处为我乃解愁。今日又在来解救，来日奇妙乃得手。对，安尼有理啊，对吧？安尼。洞天靠摆为何意？到底伊是何定理？风在清风不一定，魔鬼实现也是心。什么？动兵来啊！是。是啊。郭首长，来，准备应战是。我这是公主，你有什么意见是？暂时下令，3更外好城所有人马四路疏散。啊？公主，你即摆咧讲什么？你要动兵进入越好城？伊若加入城内，就互伊无命逃出去。迄日皇上3更越好城，即将互咱占领来。这次拢是为着王兄你的功劳，我军可有顺畅？无啊，偌轻松咧！咱的兵马到位，遐官兵调监，走哪飞？连个只好心蠓仔嘛无。啊！嗨咯，皇上，请立刻下旨，兵马离开越好城。为什么呢？咱已经中着咱的空城计啊！空城计，皇上啊，你唔通听伊伫咧乌白讲，这次就是我亲身出马，遐官兵听到我，就安尼调家就走，什么伫咧空城计？哎哟，元帅呀，你嘛莫安尼讲大声话，我看吼，你都听军师较好啦，你嘛都家己考虑看卖，但你是倒一摆代志做着？哼，无你的代志，有代志我拢负责。好好好，再看你负责。哎呀，二位王兄，唔免搁再争论咯。既然我军已经进城，就见
张先锋，在赶紧领兵镇守港口，防守建准呐。遵命。哎呦，皇上啊，你看卖咧，这城楼骹安尼东西南北拢也官兵安尼团围住啊！果然是中着空城计。无啊，我看头呀，你着讲你要负全责，等来哦，等你看你要安怎去负全责啊？啊！果然是去中着空城计，快早样就好。无啊，乌花炭头的啊！你敢是讲你要负全责？死狗你是咧惊啥去？启禀元帅，东衙府上发下电报，城外已经被官兵包围得水泄不通。迄个援兵名义勇，有厉害，大义真诚，死不改。如今被困在城内，危机四伏，到何在？皇上千万啊，爱定将速速兵人去讨的救啊兵。哪有兵马来接应，必能杀退，以动了啊兵。哪咧？要命互你当处当人，我对元帅这就是上好的人选啊！你敢讲无人讲你下狗？听千岁，听老千岁是福气哦，名义去讨救是最色啊义。兄，只好骗落王兄你，独为讨救解危机。万岁，请问何成之？讨救老臣是不色义，这我批道人啊！你明明地要爱我死，皇上你千万莫听伊。人人称你是福将，我讲当年称英雄。英勇无体莫利用，你免吹剑，我偏偏啊唔英将。老千岁，你免搁再讲啊！你要爱我去死，我搁偏偏啊唔去。千岁，你绝对袂死啊！哈！你咧甲我讲笑话，迄声卡满是拢是阮那边。我若这声落去就安尼做肉酱，还讲我袂死。千岁你，好，唔免搁再讲啊！皇上啊，老臣实在是袂用的。若要我少年时代，唔免恁讲，我家己就去啊。可惜我已经老了，也毋是官兵的对手。敢讲你甘愿目睭金金看我去送死啊？老千岁，千岁口舌来如镜，
算无死，也着做麻点嘛。哎呀，呀你滚来跪啊身啊！是不应该的，实在是其他拢无人在。我只好着倒命来去试一摆呀。皇上啊，城楼骹到底是也有犯病啊无啊？无啊啦，走了了啊啦。是啊，千岁，你放心，你会用得落去啊。条命你爱保重。毋对，我若无死，你若袂甘愿啦。我若死吼，做鬼吼，我也哪会转来找恁这冤仇人？老兄的，你顺行哦。多谢。条命，你一路都爱小心啊！你无去倒病若死目都唔愿去。你就是迄个鼎鼎大名的听大金。我以为你有啥物三条六臂，原来你也是一个无用之辈。严志，你即摆咧唱啥物？我掠准讲辽东大将介书文是正人君主，原来是小人之辈啊！严志，你干嘛本岁是小人？对啊，我若要是正人君主，毋着爱敬老护幼，毋则着。但连我即落头毛喙手白的老伙仔，也无力通甲恁抬，甲恁争，你也想要抬我，即落毋是小人，啊无即落是要讲我做啥物？是。啊，我想着啊！你大概是知影，我即摆是伫要回朝去班讨救兵，也惊阮国的勇将来甲你抬，到时你走无空，则赶紧要将我抬死。哎，安尼你徛，啊是讲我食到遮济岁啊，搁食无偌久，然后你抬死嘛是真公平啦，要抬就紧咯。不管你南朝有偌济勇将，我介书文都无咧惊你。敢有影你拢无咧惊？有影。要你若真是无咧惊，好胆无你毋甲我放看卖咧，放互我转来去班讨救兵来，甲你一刀对一刀，一枪对一枪，安尼毋则是大将之风。马哥你毋敢？